咁呢個 Spiral Motion 佢係由捷克一個 SPS 嘅技術衍生出嚟嘅。呢項技術嘅創辦人咧提出一套肌肉鏈理論。呢套肌肉鏈裏邊其中有一條叫做螺旋肌肉鏈。只要我哋能夠啟動呢條螺旋肌肉鏈咧，咁我哋就會好容易啟動到我哋臀部同我個足弓，會產生一個跑步嘅動力，加上會令到我哋嘅身體會容易穩定個核心同埋加速。嗱，咁其實 Spiral Motion 係一個咩技術嘅訓練咧？係一個擺手技術。跑步嘅時候擺手有咩做？平衡加速。平衡加速。講啊！帶動身體向前。OK。因為其實好多人你會見到跑步嘅時候個擺手動作好大嘅，覺得越大力你跑步越快。我要示範一下個動作加咗呢個 Spiral Motion 嘅技術之後，會個效果係點樣樣？嗱，我會示範一次，用3個唔同速度去加上呢個擺手嘅技術，等你睇下個技術出嚟嘅之後，個跑步嘅姿勢係點樣樣。好啦，第2個速度咯，第3個速度。3個速度基本上個動作冇乜分別嘅。嗱 ，Spiral Motion 佢有3個原則。第一個，我哋要保持身體嘅中軸；第二，水平移動，你會見到我跑嘅時候直去嘅，唔會彈下彈下；第三，我擺手嘅動作唔會太大力，但你會見到我只係做翻相同嘅動作就可以做到唔同嘅速度。OK， 其實唔太難。擺手可能你會諗個個人都識擺手啦，咁但係你會發覺其實真係唔係個個人識擺手嘅。我講跑步連行路都唔識擺手嘅。準備開始。手向後擺啊，向後擺，係啦，向後擺，向後擺，好，嚟，好，再嚟，跟住拍自己去，好，繼續，接埋啲隻手嚟擺，係啦，冇錯，跟拍自己好冇？跟拍自己拍子，接拍。接埋對手，接埋對手。想要知道更多，記得參加下次工作坊啦！